情敌，千古情，千古情。相思真出身本是华家女，富士家贫生爱门，我故身中情绪隐。偏似巧为与子意，神归神，我童年呀娃早相思，与安送风情更亲，他恋我生死我在，我敬他为人。知他心护法归，为历经相知相爱定师门，他任我心温若情定，我还他前程一颗心，他不惧门当户对配，高情新婚夜桃婚金安生软皮，叹自叹思今生去不归路。
貌英俊，我话你爱相亲在哟亲邻，我话你真正相对一片情，我话你出人相爱一颗心。苦的是终于了心，能化真，只能见影，不见人。哎呀！这就得头血涌，野冒心，腹中层层痛难忍，痛难忍。宝宝宝，你快来，快来呀！哎呀，三师太呀，你怎么了啊？腹中疼痛难忍呀，像是需要分娩了，快来！哎呦，来，哎呀，来！太需要了。已经将孩子生下来了，哎呀，沈家大娘来许我了。哎呀，这别说是好呀，宝宝不，快把孩子去藏起来吧。哎呀，叫我藏到哪里去啊？要是被大娘看到，这完了的。哦，哎呀，等我将是王的婴儿藏到观音佛这底下哈，快去，快去。心机无力长发我别急。是大娘到此，并以御史原因设礼呀，设礼。当家师太不必客气，请问这里是什么所在？啊，这里是凭你们虚应的永王。哦，这云房好雅致呀！哎呀，大娘，这永王简陋不堪。还是请大娘客厅用茶。不必了，我看这里就很好。啊，是此大娘请坐。啊，大娘请用茶。当家师太。九分报案，一位知政师太才貌出众，
是我堂堂可非请他出来一见。是。大娘，自证他遇病在身，不能起床，请大娘见谅。哦，我是慕名而来，特来拜访。我想这位三师太知书识礼，不为不见我这个面子吧？是。老伯伯，你就扶三师太出来见过大娘。方兰，大娘，你的外相是很是。当家师太，哎，大娘，你一起思辨吧。是。病已自证，见过大娘。只见他太长舒服，多分样，想不到暗中有你貌似花，难道是旁人传言姑姑家身旁的去恋正是他？本是太可是你去成家，3年前胡氏家庭才受家，你家是太做事，我还是教师娃，是太苗里与谁王官司空门进成家，若乃宽铺成金袍，丝丝飘逸。
请来大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此事俺老上师太令我念想传说，我要拜上一拜。响叮里八百倍，悲鸣声声自离沙，苦恋归根千金玉，虚度青春好年华，我要将这情告诉他，怕只怕恨我飞来亏你伤。妙语叫你凄凉愁送生，红芬芳当家师太，大娘，我在菩萨面前许下宏愿，烦劳你替我去原部上来，我要叫你1000两，一出相助之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娘真是个算神哦！老伯伯，他去原部上来。是。当家师太，哎，大娘，你看，
念，念下去。沈贵生主，你也不了。哎呀，大娘，沈大爷他3月初3死来过这里，也足够人量。可是以后就没有来过这里耶。当家师太，我家大爷离家出走之后，昨日雨水千步黄雨都没有见过他的踪影，分明是藏在你报案之中，还不快快请他出来！哎呀，大娘，沈大爷他真的不在案堂啊！当家师太，那就是我府离了。方兰，大娘，愿我吩咐下去，前天院这道营房，愿我仔仔细细地筛查。是报。禀大娘，前天有月不见声音。报。禀大娘，这头云王不见大爷踪影，不见踪影。大娘方才经过观音殿，好像见到一声婴儿的哭。当家师太，大娘，到那千金之地，怎么为婴儿地哭之声？大娘，像是猫叫之声，听错了。大娘，一定是听错了。那就随朝归天，困过你。大娘不哭。大娘。惊动了观音大师，王等我相克都要在我降临。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沈家儿王三王为朕的家财又吵上门来，老太爷叫你即刻回府。当家师太，大娘，我沈家乃名门望族。他也失踪7位8许，30时后我再来报案，引起他也为家为父。是。老伯伯，他把孩子去跑嘞。这阵都是你4万同心把胡唱，闹到案堂最难讲。三师太，哎呀，三师太，这孩子也死了啊！老伯伯，那你将这孩子跑到后院去吧。师傅，有汉夫在，求师傅发誓，背。是呀，当家师太呀，遇到是救生一米，身遭7级纹路，身起身也长说啊。那好，老伯伯，你就将这孩子抛到荒郊野外，越远越好。师傅，快去。是。三师太，把孩子接我吧，来。孩儿啦，苦怜你，你曾阳台负一望，刚
若蜻蜓放在河身上，花布身上把路上。雪树堤上思一岁，浮世不明莫隐藏。你把儿送到沈家他们去，深浪林中愿哭丧。三师太，你放心，来。伯伯，你让我这块吃一言吧。今日送儿出外堂，再相逢不知时。何年五月在何方？三师太，把孩子请我吧。不，我母子永远不忘你去年。不，三师太，来，把孩子请我。三师太。
心里打鼓蹦蹦跳，宝宝呀好宝宝，你可知你本外道世上子，不能让外人来知道，此事千万不能空。人来了，倘是有人将我不问，这必收拾好呀！我怎能去将孩子叫别怕？沈家大娘见得明亮，心事小，心匆匆不由色，惊不动讲。好像婴儿在哭闹。不去叫，哪知道脚下跪小宝宝？莫非是谁家私生子？不管留下往外跑。哎呀，面糊糊生无子女，天将娇儿哭婆郎。这孩子没亲没须，生得好，这真是菩萨保佑，好运他。
前来办事。请至内。有请耆老夫人。拜见大娘，耆老夫人免礼请坐。谢大娘。多年不见，不知耆老先生可好？他年间已去世了。今日我一来为大娘做事，二来嘛会问大娘当初见我的银两。银两不必挂在心上，这是小公子吗？是啊，二啦，快去见过孙家伯母。拜见孙家伯母。免礼，免礼。这孩子长得聪明伶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年仔，几岁啦7岁了。牛仔，你这身上挂的是什么东西？有蜻蜓，伯母请宽。有蜻蜓，这倒奇了。愿这生活有蜻蜓，面貌玉香，生贵生。他作为年过花甲的女子，其中分明与你有了滴滴长长泪滴心，为报家产有儿孙，此儿真是累得巧，我不来讲这耆老夫人杨玉有一事，只怕冒昧。大娘与我尽管讲来。耆老夫人，这孩子见他欢喜与缘分，相生他不惜为子，你可答应？够嗨了！想当年，我家受过你恩德，神王高义永记心。孙家是书香门第与名声，小儿孤寂四万心。儿啦，快向齐母大人迎过大礼。孩儿年仔拜见继母大人。起来，起来！耆老夫人，你们母子既然未相，从今一日去通知我家，让元仔好用功读书，你也可安度晚年。哎呀，多谢大娘。杨婉，对元仔上夜到使馆读书，请先生好生交通。是。继母，我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耆老夫人，你我继承之前，也有一言想冒昧红粉。哎呀，大娘尽管问来。请问耆老夫人今年贵庚多少？哎呦，65老啦。考察耆老先生才是高岁已有多少？唐实在是已70余不啦。耆老夫人，
常言道，老夫老妻难生少子。这请问，朕有钦定也是从何而来？朕有钦定，乃是我沈家传家之宝，我父贵生，辈代在身。9年前，他离家出走之后，朕有钦定就此流落在外。既老夫人反方出言相告，原罪可是你亲生呐！唉，大娘既然都问，我就出言相告。9年前，我从大娘接得银两之后，路过通江，杀得死儿。原罪是铜球变生来的。大娘，原罪上校，望大娘莫要告诉小儿。好，那朕有钦定也是从何而来？朕有钦定，原是原在身上之物啊！还有血书楼上也一起报斩。血书刀写的什么？我一人亲人见过，可见都解不明白啊！这血书嘛，理应与大娘说过啊。好，季老夫人，你旅途辛苦，要晚，得季老夫人到后堂歇歇。是，谢大娘。蒋元，大娘，你可知道铜角在什么地方？东郊东边乃是少卿寺，不远处西边乃是法瓦庵。法瓦庵，请法瓦庵真是事态辜负。是。想起了法瓦庵，心烦极了。9年前为幸福怒受关于那婚姻失踪黑天空，当时说不清情况，原见他为我生挂有情敌。真一段，我听要请他查清爽。放来，大娘，三师太请到。有请。是，有请三师太。禀你子珍见过大娘。三师太免礼请坐。谢大娘。三师太，今日是我随妻请了戏班，请你姑父宽心。今日不知大娘随之多有失礼。三师太，你近来身体可好？久病已生，无法断根。大娘身体想必安适。我也是久病已生，无法断根。三师太，你生的是什么病？心痛病。我生的也是心痛病。三师太。
家财喜于家。你本是凡门弟子西天道，难逃生也为凡世家心操。出家不传父外闹，家事自是一边跑。不就是年轻的病早衰老，是我的呀也怪我到今朝。果真是与果真是，四季平静是自豪。四季平静是自道，病痛无法相胜高。大娘喜欢一道，请大娘点戏。这个戏班演的最好的是哪些戏？演的最好的是牛撞鸡，破壁正经跳腿时，陈苗长云往四旁。陈苗长云往四方。好啊，三师太，你看可好？就依大娘。吩咐开演。是。大娘吩咐戏班开演牛撞鸡，破壁正经跳腿时，陈苗长云往四旁。台下所看玉转机，自珍心中欢喜泪，谢文平与欢喜，大娘莫非有用意？台下所看玉转机，一心一是好心。同生推是情可愿，陈苗长推进推不离。计算出家一袖衣，他不给，还与所生同情义。三师妹，你是你。他那里一话有意，安思意。我这里人世贪生，难别离。大娘，陈苗长真是年轻少知情的罗情郎，心思密。三师太真是自卑为本，坤道为怀。
接下去还演什么戏？请大娘指点。这事就请三师太的。三师太，哦，与大娘的。你们都不点，那我来点点。前面看过文戏，再来看一出哭戏吧。好啊，我最爱看哭戏。三师太，你说你也好。那就看白兔记李三娘魔王产子可好？吩咐开演。是。大娘吩咐西本在演白兔记李三娘魔王产子。台下再看白兔记，李三娘魔王产子真悲戚。夫人相思同了离，产子只得是要紧。其他人相思之，一款是心为因，当年情景用心地，无此生有事，受真甜。金代为自尊自不自相永无期。三师太，你怎么落泪了？我是欢喜同情。欢喜同情。想不到三师太苦闷之身，竟为块魔王产子而同情落泪。分明他心无宽喜，私用之。关尽脱身所为必。大娘，是真身体不是很高死了哦。妈，三师太，今日请你姑父言完一句与你亲送。不知大娘晚意何事？方兰，大娘，把元贼公子带来。是。寂寞，三师太，我因中年妇女故而孤寂一子，想请师太为这孩子不算累年。三师太，这就是几家孤寂寂寞的孩子，真是三师太花去见过。拜见师太。小公子免礼。情莫随渡君腔，又是当年生郎。想起了那梧桐江八字旁，说到是配身抛醉迎新阳，今在啥子难以当，一遇公子一波高。我越看越像哟吃强。三师太，你看这一次长得可好？长得真好。十来一巧，多是这一次，比不到这
自己丈夫长得十分贤强。哎，更巧的是，小公子的一双眼睛长得真像3、4岁。不算是步步依我，上劝他，今日是引进怕路何不下？心慌乱，一人惊醒来算呀。三师太，你怎么了？我求病佛法了。求病佛法。禀大娘，老夫不举经。结果大娘，哎呀，三师太呀，你怎么忘在这里呀？难道你将东门王家的佛事都忘记了吗？我们绝望的人可都等着你回去呀！哎呀，怎么你举病复发了？那我们快回去吧。大娘，告辞了。母子相遇难相分。三师太，是真是妄，少比情。想啊，真想啊！或是母子的中方，心一对妆。与其成。血书寂寞长，我记得寂寞的血书，西家痛我无心莫名我隐藏。第一句为没有出自一场，说的是我不心生名一旁。第二句死心不悲立字旁，说的是莫名之争在安堂。第三句身在观音瓦诞上，第四句花开无根非四方，说的是2月19
让我要放忙那流神飘。结修事不与我，心情激荡。开门！敲门声声算金堂，惊心怕人死儿忙。当年一人冲破浪16年，16年我心不难明上几堂。开门！侬啊，敲门是谁？是我师太，请开门来。来了。开门人看心惊慌，门外黑船离身啊！他为我开门有关上，他为我见我心惊慌。神郎是16年前招生房，定是我野花出人心里忙。师太，请开门来。来了。请请问师太好？并以自称。子珍，你就是子珍。师太，正是。请问公子贵姓？我叫西元在，升江大娘就是我的继母。哦，你岂是元哉？公子，今日光临，不知与何贵干？元在德中结缘，得来进香拜佛。哎，读书人进香理应到文昌国去文昌弟兄报语。我今日不是为救功名而来，只为了却一件心事。了却心事。了却心事。哦，既是此，贾女公，请在平日前往佛殿进香。是。修书要命的财帛，我
想将他送为师，不知那可是他么？这松子风采落地无其数，这松子密密层层长得多。你终于好心抬他找，这怕是找不到什么是那苦。我的女子做什么？他为我一点都不领悟。他的女子找什么？分明有意在当动我。是他，贾月公，请是太去。随碰人贫富难哦，那一边男儿好像新不死，见到莲花相夺。究竟是儿女生出生什么，还是这四姑娘亲丈夫痛？是他，是他。贾女公，你错了。这本是传在龙女被观音，
举娘亲。他几次推着来问我，莫非他真是来寻我？想起了他本身夫妻样子，几年前随堂子上曾见过。难道生源再就是我的儿？天下同胞曾一度不苦如麻，要上是他，贾月公，请是太亲。十夜明，前世点过这琉璃灯，今世生得好眼睛。前世为点琉璃灯，眼睛模糊看不清。恨子我前世为点琉璃灯，只落得我今世不生好眼睛。你眼睛害怕分明无毛病，为何是前世为点琉璃灯？我是点过琉璃灯，为什么自己的娘亲会认不清？说什么的自己娘亲认不清？你不是西家堂上有娘亲？原在三十西家呀，我原在不是西家生。你何时离开深深母？我才出娘胎去离婚。你可知你生身之母在何处？我只知他是公，身旁立子的抄家长，抬头三尺有神灵，贾月公的手啊要留神。是他，原在我心愿离婚十报名，落婚堂上去成礼。请在我来。来自于是卢海大，落花道，落花光，落花不识真威风。姿态万千各不同，能问何福与吉凶？
哦，那就请师太为我问一个吉凶。哦，请问贾月公今年几岁我今年16岁。 ？16岁。 16岁。你是哪只去县进门的？奉旨做甚？左只县进从左顺去，右只县进从右顺去。哦，我是左脚先进门的。哦，但凭你从左边顺去。岳父。 15、15、16，哎呀！说到这上梅芦花，我心张涌，往事历历或是梦。 16年前万心动，那新郎真是求他做美梦，可叹我云王产子难收养，只落得母子永别难容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啊，师太，你怎么落起泪来不是了？是灰尘落到我眼睛里了。是灰尘落进眼睛里了？那你为什么不与我在树下去了？ 就是这针上梅芦花，就是这针长梅芦花，长梅芦花落笑容，不知是几万是凶哦。 长梅芦花露笑容，自传自己不知凶。哦，贾女公，你看他在为你而笑，他想我什么？他笑你用长读书，勤用功，将来能做长员工。不，他想我用长读书，勤用功，生中何来夜朦胧？他想我为何不讲什么人啊？因我子不从风，长梅芦花。 你是真的有灵性，不是应该说心中。你告诉我，何人是我的生身母？我该到此去寻踪。你告诉我，要清平本是水流，下下是隐藏何内容？你告诉我，并没有知他是谁，是心不被他在那座当中。 情他也真好比霹雳晴空，看来是
家痛，今日里母子重逢。待我上前将儿生。不哭。我本不问修营人，出家怎能离红尘？今天我是江儿人，一场大雾救家林。一生命运把关心，一场风波平地生，一场长子到关天，一道金陵封外门。一灯乱棍将我关，一人百姓多年人，一穷顽童才根，一个个子子娃娃手不停，千人马来万人恨，家务才是真恩。神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原来他定是我母亲。强我心，我只能诚心去儿不认情。今日里儿到跟前，我真不承。继儿团队家园近，少年又在认真经营。今天我上家儿人，害他人才第三分。全部理财，同朝好友不接近，身家知道难的命，进步考上南京人。儿子回来度假。
时不早，比你要年轻，做功课去了。是他，草莓老花，我是一不理会，几番生命他不为应，为什么我千方百计来拒坑他铁色的生儿不动心？为什么我满腔热情外无尽？为什么他将我当作路人想着不关身，礼佛的云风景，他们高兴难高兴。
门外听。沈老夫啊苦里母，苦苦小儿身露翠，寒悲人泪，多少恨，多少今日里孩儿真的上门来，我恰是生于不仁难决定。我生儿心碎，我差生儿不应，你我爱当是生子，生儿要回儿一生。生郎啊，我求天求人求你替我把旨意他父亲心地我。风子妹乱世你啊，说什么生儿要回儿一生，儿与娘共生共死共命运。开门开门开门，娘！让我进来，我还有话要说。贾月公，凭你生气不舍，不能奉陪，请贾月公见谅。原在我要烧香拜佛，还请师太因公方便。你救命佛法不能开门，贾月公，委屈吧。其实是原在是高子了。
去生了儿吧，娘，你去生了儿吧。我是尼姑，这是恩道。你不要胡言乱语，少乱门门。画中之人他是谁？他是什么？人他是哪一种？他是一尊无名神。依我看，他不是仙，不是人，他是我无神。他不是神归神，他不是神归神。世上多少心生人，何曾说他是神归神？他自己烈士两三生，看起来神归神，其实我不亲。娘啊，母亲，娘啊。老许见了娘，哪怕是这富贵永往富贵，我都可好。
金红恭喜，当下地有18层，万我永死不差生。今日我也要将儿人许一许16年来别离情。远在故儿，晴天霹雳，闻飘堂，府内气氛。一
今生母子生，我离开银幕归家，为寂寥。什么妖魔也扬起，我也扬尘欢喜下尽小道，全莫去休气恼，红儿面上把前夜笑。我沈家乃名门昂从，你堂堂妓院，且将一个尼姑生做母亲，一旦传扬开去，我沈家名誉扫地，你仿佛脸面不成。你在东厂也有秘籍，还抬得起头来吗？难道你不要这祖宗佳业？难道你不要这尽心虔诚了吗？母亲，16年，为娘懂得过等，教你养你，为的什么？你姑为了为娘一片心呐！天哪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我生我在家园送上层，谁苦谁难都自尽。我若是亲生母亲不能生，做什么妓院算什么人？放官家产与何用？功名富贵事业运，愿在此生不所惧，不所惧。去则去，母子团聚，乐天乐。你是我沈家的儿子，母亲若是不言语，我设法插家插空门。冤贼，冤贼，冤贼！红毛青，为娘心事灯火瓦明，为娘祭把儿生下，愿为我儿
条前程，千万不要将娘亲碰成怀里要问定，娘在天。